东哥，我爸是张有德，有话好说。去你妈的！打了我弟弟，天王老子来了也没用。男的1人100万赎金，女的留下陪老子睡觉，1晚100万，你们赚大发了！哥，快来救我！他们在安溪街云腾会所，他们要我陪睡。臭婊子，还敢打电话，找死！白薇，你先走，这里交给我。混哪条道的，敢在我这儿抢人？混哪条道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打了我妹妹。哈哈，打了又怎样？老子还要睡她！给我弄死她！女的抓回来！谁敢动少爷一根毛发？那个，有话好好说。我杀了你！废他一条腿，给他长长记性。你再敢出现在我妹妹面前，我打断你3条腿。是，绝不敢了。你怎么照顾妹妹的？要不是张超父亲及时赶到，用钱摆平，后果不堪设想。张超他爸摆平的？不然呢？难道是你把黑老大打趴下的？张超不是好东西，你们被骗了。其实那天在云腾会所，是我带人把霍东解决的。闭嘴！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背景，这种大话也敢说？你就是嫉妒张超，烂泥扶不上墙。傻子是会传染的，赶紧撤。老鹰，大夏天穿皮夹克，你不热吗？老大，接招！嘿嘿，老大就是老大，还是那么猛，这力道真爽！你这贱骨头，一点没变。说吧，跑来楚州找我什么事儿？老大，我这次来呢，是给你带了个礼物，你看。老大，我已经向军部引荐您，只要您肯当阴阳卫的总教官，特种部队实力绝对飙升，整个军部都将以您为尊。没兴趣，带小孩子过家家太无聊了。老大，这可是阴阳卫啊！只要您点头，将星直接扛肩上。楚州这些什么首富、黑老大，在您面前连个屁都不算。我的规矩你忘了，退了就是退了，没什么事你可以滚了。是老大，那我改天再来求你。那是军中传奇，特种兵之王老鹰，他居然在这里！李军，你怎么会在这里？我就住在这里啊，9栋。李军，
虚荣心太可怕了。九洞明明是老鹰的家，你居然撒这种谎！李军，你出狱了，别来纠缠我，我已经结婚了。难道要我嫁给你这种坐过牢的穷鬼吗？嫁给当年非礼你的施暴者，你倒贴我都嫌你脏，你配不上我。你说什么？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知道这是哪儿吗？10亿身家起步，你一个劳改犯来办什么业务？还不是想做我的舔狗？李军，站住！保安呢？把他轰出去！反了你了！你一个刚放出来的臭劳改犯也敢在这儿撒野！老娘今天非抽烂你这张贱脸！放手！我说过别碰我，嫌脏。李先生，您的最高级别9星至尊高库已备好，您请进。给我拿100万现金装起来。李先生，100万现金有20斤重，这塑料袋怕是会撑破。那就套2层。太慢了。不可能！他一个劳改犯怎么可能有这么多钱？你肯定是给大老板跑腿洗钱的狗腿子！把钱给我，装什么装？滚！李军，这种高端场合是你来瞎逛的吗？你提的什么破烂垃圾？赶紧扔了！我来买块玉，这里边装的是钱。大白天的说梦话，买玉10几万起步，你脑子进水了？今天这里贵人云集，你给我老实点，别给我丢人现眼。先生，请。诸位，尽兴。老板，您怎么来了？闲着没事来看看。李老板，这块玉佩只要20万。实不相瞒，我想求李老板帮我长长眼，看一块价值1个亿的顶级玉石。这事儿我应下了，不过不用让着我，玉佩我出100万。老板买东西太硬核了。李先生，你废了我们四爷的得力手下霍东，我家四爷想见见你。抱歉，没空。敢不给四爷面子，你他妈找死！好身手，够狠，够辣，有个性，连我黄四月的面子都不给。李军，你在里面瞎显摆就算了，竟然敢得罪黄四月，你小子不想活了！顾风放心，改天我上门和他讲讲道理，他能听得进去的。你拿什么讲理？拿命吗？赶紧滚出楚州躲起来！辽友，查一下黄四月的底细，还有他今晚的位置。少爷，查清楚了，他今晚在梦场酒吧，需要我直接调集黑衣卫把场子平了吗？不用，今晚我要亲自动手。
黄思月，希望你今晚骨头够硬。别过来！我包里有几十万现金，连卡都给你们。我是南宫家的大小姐，你们敢碰我，我爷爷一定会把你们全扔进江里喂鱼。南宫家，在这条安西街，天王老子来了也得管我们黄四爷叫爹。老大，你听听这声音多嫩啊！这可是真正的豪门千金，平时看都不看咱们一眼，今天还不是要在咱们兄弟身下摇尾乞怜？还敢嘴硬？高高在上的大小姐是吧？老子今天最喜欢玩的就是高雅。等会儿兄弟们几个把你扒光了，拍成视频发到网上，我看你南宫家还有什么脸面！不要！求求你们放过我！救命！救命啊！叫啊！你他妈叫的越大声，老子越兴奋！谁来救救我？神也好，魔也好，只要能救我，哪怕让我做牛做马，求求你，快来个人啊！我南宫雪宁可死，也绝不遭受这群畜生的侮辱。你们是在找死？哪来的小瘪三想英雄救美？连黄四爷的闲事也敢管，给我砍死他！刚才哪只手碰的他？爷爷饶命！我没碰！啊！玻璃放下，别割伤了自己。谢谢你，我是南宫家的南宫雪，你要多少钱我都给你。穿好衣服自己回家，我对你的钱没兴趣。又是你！你他妈真敢一个人来砸黄四爷的场子，找死！让黄四月滚下来见我，不然今晚这间酒吧我拆了。这小子是个怪物，快走 VIP 后门撤！拦住他！快去保护四爷！站住！小子胆儿挺大，单枪匹马赶来见我。大山，交给你了，死活不论。今天必让你死在这里！快他妈开车！李军，别丢下我一个人在这儿。你为了救我得罪这种亡命徒，他一定会报复你的。只要你带我走，这个人我来对付。我是南宫家的大小姐，我可以叫我爸出面帮你摆平他。不用了。梁勇，定位黄四一。你找地方躲远点，一会儿打起来有点血腥。原来是你！给我上！去死吧！
人呢？在这里。快给我上！挡住他！爷，我所有的钱都给你。走吧，送你回家。我刚才差点被我现在的样子不敢回家，怕爷爷担心。李娟，我能去你那儿躲一晚吗？龙国最神秘的特种部队，竟然低声下气的请他当总教官，他到底是什么人？嫂子，这翡翠镯子可是我花了2万块买的，水头足着呢。姑姑，为了庆祝您生日，我也给您带了礼物。李军啊，你这镯子太通透了，连点絮状物都没有，这分明是玻璃做的假货吧？地摊上10块钱能买3个。人穷不能说谎，拿假货骗自家人，你人品坏透了。这是朋友送我的特级冰种翡翠。死鸭子嘴硬，一会儿让你伯贤姑父这个行家来验验，看你脸往哪儿搁。伯贤，快来揭穿这小子的玻璃地摊货！这是特级冰种翡翠，没有一丝杂质，价值绝对在1000万以上，有价无市。不可能，他一个刚出狱的劳改犯，哪来的1000万？肯定是偷的！报警！报警抓他！军，这镯子到底哪来的？楚州商会会长周炳坤送我的。吹牛不打草稿，周会长能认识你？你肯定是偷了周会长的私人博物馆。我正好有周会长的电话，我马上揭穿你。周会长您好，我是冯伯贤。有个叫李军的穷小子偷了一只1000万级的冰种手镯，非大言不惭说是您送他的。放你妈的狗屁！谁给你的狗胆敢质疑李先生？那镯子就是我孝敬李先生的。李先生是我周炳坤这辈子最尊贵的座上宾，哪怕他要我的命，我都双手奉上。你们算什么东西，敢对他大呼小叫？姑姑，生日快乐！这镯子您就当传家宝收着，我还有事儿，先走了。老板，城南新工地又被那家黑心建筑公司的痞子砸了，工程全停了。敢砸我的工地？您息怒，我花重金请了唐朱将军推荐的江湖顶尖高手吴大师，今天由他亲自出面镇场子，绝对万无一失。哦，那我倒要跟去看看热闹。顾总，这位是？我是顾总的保镖，手上无茧，双目无神，脚步轻浮，哼，也敢当保镖？真正的绝顶高手是气息内敛。老板，你可别说话了，万一惹恼了大师，等会儿谁保护你啊？黄口小儿也敢妄谈国术？顾总，城南商业街的工程我要了，合同已签，绝不可能。不签合同，你今天怕是不好离开。吴大师，我们打出去！顾总，放1万个心。吴家村吴华为顾总开路，谁敢阻拦？顾总，我老了，打不出去呀！被个老头打出去，我脸往哪儿搁？顾总喝茶，乖乖把字儿签了。耽误我们工程，赔1000万。李军，哪里来的愣头小子？我是君临集团老板。原来是李老板啊！喝了这杯茶，把合同签了，不然老子挑断你的手脚筋！完了，连老板都屈服了。有些人永远不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什么。你他妈！李军，小心背后！
个老板居然是人间凶器！我背后可是京城王家，得罪王家你死定了！废话真多。啊！我的手！打电话给王家，我在这里等他们。这个时候你还有心情喝茶？别担心，有我在。她长得不错，今晚本少爷要睡了她。你无耻！我还看上了你妈，要不让你妈也陪我睡一晚？小子，你找死！等会儿我要让你生不如死！啊！你别过来！我错了，求求你别拧了！你不是王家三少吗？怎么还求饶？继续叫人，今天来多少我都接着。李管家，快来救我！我胳膊被拧成麻花了！谁干的？好大的胆子！王家家主来了，我也照打。你给自己准备棺材吧！加速，给我撞死他！丽君，小心！这还是人吗？王家在吗？还请阁下息怒。3天之内把1000万赔偿送到君临集团，此事就算作罢。王家若是不服，尽管来报复，来多少我都接下。李军，中午了，要不要一起去吃个饭？当然没问题。老板打架那么猛，吃饭怎么这么呆萌？这位小姐，没人能拒绝我霍风。拿开你的脏手！敢泼老子，老子就喜欢你这泼辣样！我最讨厌别人对我动手动脚，老子就动你了，怎么样？打得好！敢打老子，我堂哥是霍东，我这就叫八脸哥来把你劈破了！天哪，居然惹了霍东的人！啊！瞎了你的狗眼，给老子跪下！八脸哥，就是这小子打我，弄死他！八脸哥，他是我同学，你能不能给我个面子，饶他一次？去你妈的！给你面子，你算老几？给老子跪下，先扇自己80个耳光！刀疤脸，你好好看清楚我是谁。你他妈是谁？是，绝不敢了。大哥，八脸哥，你疯了？他算什么大哥？去你妈的！你想害死老子吗？这位就是让你哥住院的那位煞星。都他妈给我跪下，扇自己！霍风，哪只手搭了我朋友，把整条胳膊打断？杨波，别跟着他们混了，明天去君临集团保安部当队长。谢谢军哥。少爷，手下查到张超与家人今天在六合居吃饭，他叔叔张彪也在。好。我看那个李军不太好惹，要不就算了吧。
等我叔叔出手，我不仅要打断李军的腿，还要让他跪着求我。敢惹咱家张超，必须让他吃不了兜着走！敢跑来捣乱，老子爆了你的头！小子，你这是找死！给我死！你这是找死！给我死！不准伤害我们超！李老板，这次去边南地区堵天价玉石，得请您帮忙长个眼啊！好。李老板，这位是段押段先生，六扇门退役的经营保镖公司，负责咱们这趟的安全。周老板放心，有我在，绝对保证各位的人身安全。周老板，我在3楼摆好了接风宴，今天可一定要不醉不归。周老板，听说你带了一位高手来，高人在哪里？李老板就是。这位是李老板，我请来的鉴宝高手。哼，这么年轻，哪像什么赌石高手？周老板，赌石靠的可是经验和眼力啊！哼。哎，这块料子里面肯定有翡翠。别人看石头不能插嘴，连规矩都不懂，就是个门外汉。从这里切开。想从我孙某人手上捡漏，简直是想瞎了心。切，让他彻底死心。出绿了，竟然真的出绿了！是我有眼不识泰山，李老板才是真高手。权重。总价值翻了将近16倍啊！这不是周老板吗？去年花6000万买破石头，刷新了赌石下限，今年又来送钱了。水老板说笑了，找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子来长眼，真是脑子被驴踢了。这块1.2亿，我买了，周老板付钱。好嘞。哼，1.2亿。连看都不看就买，这小子是个江湖骗子吧？看来周老板今年打算再次创个亏本记录啊！切！帝王绿，是玻璃种帝王绿，价值3个亿，翻倍了！现场卖了，换钱。瞎猫碰上死耗子，有本事你再挑一块长的。好啊，那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实力。今天我要把你们这里所有出绿的石头全部扫光。这个，还有这个，我全要了。疯了，他简直是疯了，连看都不看就砸几个亿，等着赔个底朝天吧。全部当场卖掉。那块15亿的石黄，我买了。老板，不知道要不要现场解释？不用，直接运走。边南太乱，怕夜长梦多。我昨天专门托朋友联络了红河运输公司，让他们马上过来，咱们跟着车队一起走，直奔机场。我家叶老板说了，今天不能留活口。我们是红河公司的，你最好让开。
飞雕虽然厉害，但未必比我的枪快。楚州的教头来了边南，还轮不到你嚣张。我说了，你的飞雕没我的枪快。教头威武，这100万没白花。段雅，不是我看不起你，今天有人收拾你。老板，莫郎无能，请老板出手。我不喜欢啰嗦，反正你们今天都要死。2招就秒了，全完了。小子，现在后悔了吧？如果你肯跪下求我效忠我可以向叶老板求个情，留你一条小命。你不配。你自寻死路！动手，全杀了。单挑啊！李军没有用的，连断崖都挡不住他3招啊！周老板，相信我，你最明智的选择是带我来了边南之地。这小子知道自己要死了，在这垂死挣扎呢。你不配与我动手。其实，在我眼中，你也不配。我宣布，玉石大王叶宵已经是一具尸体。我站在这里不用双手，你能破了我的防御，我就饶你一命。你又抢了我的台词，我给你一个机会反悔，不然我一出手，你就没机会了。不用，你破不开，这可是你说的。我数3声就要出手了，你准备好了？3。装神弄鬼，拖延时间也等不到援兵的。2、1。这怎么可能？给我死！太差劲，连热身都不算，投降！李老板，只要放过我，要我怎样都行。那好，拿1个亿来买命。只要钱？怎么，水老板嫌少？不少不少，我立刻给钱。总督府巡天卫办事，李军，你被捕了，给我铐起来！敢反抗，就地枪决！把手放下，掏什么暗器？等一下，我打个电话。随便打，在楚州没人救得了你。我被楚州总督府抓了，限你们半小时内过来。铐上吧，走快点，别让我朋友等急了。希望一会儿你的嘴还能这样硬。哼，朋友，就算你今天把天王老子叫来，也保不住你这贱命。在楚州，总督府让你3更死，谁敢留你到5更？给我带走！陈家主，这100亿的生意，你真的要扔下我离开？不理解就给老子滚蛋！再废话，老子打耳光抽你，信不信？立刻调6架直升机，我要去一趟楚州。敢抓我老大！之前你们不是一直想要见见我口中的那位绝世猛人吗？现在我就带你们去楚州见他！全副武装，目标楚州总督府。龙、虎、豹，集合兄弟，跟我去楚州杀人！所有弟！就是你打伤了安家的管家张彪。总督大人，李老板是我的朋友，就算打伤人，也应该交由6扇门来处置。难不成总督想动私刑？大家不如坐下来好好谈谈，解开误会。周老板，你觉得我安家缺钱吗？动私刑又如何？得罪了我安家，其罪当诛。小杂碎，你胆子不小啊！我安家的管事都敢打，敢动我安家的人，你死定了！一个狗屁安家，真把自己当根葱了。李老板，这个时候为什么还要激怒对方啊？这可是安家呀！于总督，就地枪决！行。什么
情况？楚州怎么会有这么恐怖的武装力量？别开枪，都不要轻举妄动！这怎么可能？小陈啊，再晚来10分钟，你就只能给我收尸了。老大，小陈来迟了。陈家主，你管他叫老大？谁敢动我阴阳卫的总教头？妈的，连我老大都敢抓！今天老子把总督脑袋当球踢！让你抓我老大，让你装逼！老大，总督大人，惊不惊喜？你们不能杀我！我是京城安家的嫡系，陈汉庭、老鹰，杀了我安家会让你们全部陪葬！少爷，大老板已出手，半小时内安家所有公司破产，家主安东来入狱，京城再无安家。胡说八道，吓唬谁呢？安家100年基业，怎么可能半小时就没了？我不信！不信？现在打回安家看看，也好让你做个明白鬼。小廖，告诉我，安家是不是出事了？三哥，完了，安家完了，家主被抓，安家所有的公司都在半个小时内全部破产，三哥怎么办？怎么办？是你，我要将你碎尸万段！没有那一天了。走吧。李老板有什么吩咐？我与谢华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就是以后在楚州，希望总督大人能够多关照。还有周老板是我的朋友，听说他与总督大人之间有过一些不愉快。李老板放心，周会长是您的朋友，往后就是我与谢华的朋友。谁和周老板过不去，就是跟我过不去。好，这位是周炳坤，周老板，我的朋友。既然是老大的朋友，就是我李匹夫的朋友，以后有什么事情尽管说话。周老板，这是我的电话号码，希望以后我们多多联系。这次多谢诸位了，都是应该的。李老板客气了。我们老大经常说你的功夫比他强100倍，可我有点不信，我挑战你。一起上吧。哇，真有代价！你来一趟我们家，也不知道这傻逼妹妹又做什么妖。李娟，你把张超打进医院，你太过分了！你个没教养的混账！张超对表妹图谋不轨，我是在救她。闭嘴！你就是条疯狗！现在滚出白家，我们家不欢迎你。被人家卖了，你可别后悔。呸！混蛋！超哥，你在哪儿？我去找你。给我来一杯啤酒。李军，怎么是你？这杯酒我请你喝，算是那天在云腾公所谢谢你的帮忙。小子，滚一边去！这个李军怎么这么怂呢？李军，杨波本来在上班，突然跑了出去，还说不干了。我操你老母！你们敢打我60岁的老爹！老子不仅打你爹，还要把你废了！李军怎么这么怂啊？这都不帮忙。你打了我朋友的父亲，小逼崽子，给老子跪下！今天就不打死你！我给你跪下就可以了。砍吧，砍死算我的。别动我！我刚加入昊天公司。天哪，竟然是横跨3地的地下巨无霸昊天公司！李军，你快走，这里我一力承担。这下捅破天了，连京城世家都不敢惹昊天公司啊！晚了，我们昊天公司的豹爷刚好就在楚州，
等豹爷来了，你死定了！什么狗屁豹爷，我就在这里等着。豹爷，我被打了，他还不把昊天公司放在眼里。谁敢动我的人？你在哪儿？老子现在就过去。小子，豹哥马上到，你死定了！豹爷，你可算来了！滚开！谁敢打我的人，就是他！他还说李匹夫来了也不放在眼里。云经理，你好啊！我操，这不是一朝干碎夜宵的活阎王吗？豹爷，快弄死他！混账东西，敢打着我的名号欺负人！人家都退出江湖了，你还打人家老父亲！我打死你个败类！说好的黑社会呢？怎么比居委会还讲理？哎呦，李老板，是我御下不严，医药费、精神损失费我全包。这混蛋，我马上处理。李军，你太厉害了，要不要一起吃个饭？没时间。君儿，快救救你妹妹！百威被张超绑架了，他要杀人啊！找死！爬！给我像狗一样爬过来！超哥，求求你别杀我，我愿意嫁给你，我什么都听你的。呸！你以为老子真的看得上你这种？你个烂货，你也配？老子有未婚妻，对你就是玩玩。可你这个扫把星，害得老子被李军那个畜生废了命根子和双腿。原来我一直是个被人玩弄的小丑，我好恨，我真的好后悔。你说我要是扣动扳机，你的脑袋会不会像西瓜一样爆开？去死吧，贱人！啊，我的手！你还是去六扇门待着吧。李娟，今天的事情多谢了。军哥，听说过几天有一场名流晚宴，你能让周老板也给我们家弄个名额吗？富家公子那么多，或许我能在宴会上找到爱情呢。对，你要是能牵线搭桥，到时候肯定不亏待你。这种亲戚真是让人伤心啊！算了，就帮你们这最后一次。行，我带你们去。哥，你一会儿尽量不要和我走在一起，不然人家以为你是我的男朋友，那些富家公子就不理我了。这妹妹没救了。美女，有幸请你喝一杯吗？是你，臭婊子，敢勾引我老公！我没有，是他主动搭讪的。穿着花枝招展，原来是个破坏家庭的贱人。马上道歉，不然要你好看。让我道歉？你算什么东西？大家看，他就是个刚出狱的劳改犯。扰乱周会长的宴会，你死定了！李军，立刻给我跪下舔鞋底，不然今天打断你的腿！找死！成全你们！李军，给老子跪下磕头，不然弄死你！你废话很多。老公，李军，你敢打我老公，你死定了！谁敢在名流宴会上闹事？万经理，他混进宴会还敢打人，给我做主！把他给我抓起来，给我上！我可是你们周老板请来的贵宾，你敢动手？笑话！我家老板亲自送请柬的只有总督大人，你算什么东西？找死！有两下子，看来非要让我亲自出手了。我的腿！李军，你敢打伤周老板的心腹，你今天插翅难逃！乱糟糟的，究竟怎么回事？刘秘书，这个泥腿子冒充老板贵宾，还打伤了我。刘秘书，你打错人了吧？是那个泥腿子闹事儿啊！
手下人瞎了狗眼。李先生可是周总最尊贵的贵宾，我一定给李先生一个交代。万荣，补你6个月工资，伤好后不用来上班了，另谋高就吧。不可能！他一个刚出狱的劳改犯，凭什么是贵宾？等一下，刘秘书，你不能开除万经理，相反，你要把李军赶出宴会。郑少，你没开玩笑吧？听说周会长刚和宇谢华总督搭上线，很不巧，我爷爷就是宇总督的恩师。如果我去找宇总督，让他取消和周炳坤的合作，你猜总督会怎么做？还不快把这泥腿子赶出去！要是于总督发火，你一个秘书承担得起吗？要不你给郑家人认个错吧，不然今天的事情怕是无法收场了。宇谢华，他现在估计还在地上跪着求我原谅呢。放心，总督那里我来处理。这小子疯了吧？敢惹总督！宇伯伯，您再不来，我就要被人赶出去了。怎么回事？是我出手教训他的。这杀生怎么在这儿？郑阳，你个坑货！我还要陪姑姑过普通人生活，敢当众暴露我身份，弄死你！来人，立刻清空顶层豪华包厢，把他们全给我带进去！李军，你完了！宇伯伯这是要关起门来把你剥皮抽筋啊！好啊，关起门来，慢慢玩。宇伯伯，没外人了。您刚才演的真逼真，我都吓到了。就是演的太像了。谁跟你们演戏？让你跪下，给李老板赔罪！连京城安家都被李老板灭了，你敢惹他？李老板，我错了，我把老婆让给您，我这就和他离婚。别人穿过的破鞋我不要，明日郑家登门赔偿，至于你，断2条腿。李军，马上大难临头了，你竟然还有心思睡觉？你以为玉总督真会为了你严惩郑家？他只是做给外人看的，风头一过，郑家肯定要报复我们。你个扫把星，白家要被你连累破产了！你唾沫星子溅我脸上了，早上没刷牙吧？郑家要是能道歉，我白秀荣跟你姓。别，我不想有你这么脑残的闺女。奉少主之命，特来给白薇姑娘赔罪，这是3000万赔偿金，请务必收下。郑家不仅赔了钱，还在媒体上公开道歉了。今天庆祝白家有惊无险，干杯！吵什么吵？老子吃饭，周围包厢必须清空，滚！2分钟内不滚，打断你们的腿！等一下，你这牙签吐我碗里了。吐你碗里咋的？找死啊！今天谁也别想站着出去，特别是你，老子要让你连汤带牙签一起咽进去，再磕20个响头！给老子喝！敬酒不吃吃罚酒，干他！生吞牙签，然后滚！我是义凤公司副总龚天南，打伤我的人，准备吃10年牢饭吧。至于你们，等着破产。当然，如果这姑娘今晚能陪我到酒店谈谈心，我可以高抬贵手。流氓混蛋！哦，是吗？小小义凤，好大威风！周会长，您怎么来了？李老板，这是21亿的支票。我错了，我错了，李老板饶命！滚蛋！老伯停下，不然你没命了。你敢咒我爷爷？别理这垃圾人，我们继续跑。你如果继续跑，3分钟就会晕厥，10分钟直接归西，爱信不信。
先生，我错了，是我误会了您，求您救救我爷爷！你干什么？我爷爷要是出事，我不会放过你！我在给你爷爷治病。爷爷，李先生医术这么高超，简直是神医。我有一个朋友的父亲身患绝症，快不行了。如果您能治好他，我朋友愿意出3000万酬劳。好，他住哪儿？现在过去。我爸爸快不行了，只要你能救好我爸，我给你3000万。少爷、夫人，顾先生已经没救了。我或许能救活他。哪儿来的江湖骗子？我爸心跳都停了，江医生都确认死亡了，你治得了？真是什么人都敢冒充医生，你连行医资格证都没有吧？马上给老子滚蛋，不然我弄死你！再废话，我就把你的脖子扭断！不准影响这位先生治病。本来只是举手之劳，但你哥冒犯了我，想让我救活他，要1个亿。1个亿？你怎么不干脆去抢银行？治还是不治？治！别说1亿、10亿，我都给。装神弄鬼，人都死透了，你还在折腾遗体？真活了！先生，这里有3000万，剩下7000万我马上转。他就是个骗子，想拿钱跑路！骗子，把他送进警察局！对，把他送进警察局！2小时内1亿到账，少1分钱，我能救活他，也能随时取走他的命。骗完钱就想走，没门儿！啊！少爷，我遭到了神秘组织修罗的高手袭击，但总算不辱使命，把这株千年人参给您抢到手了。辛苦了，修罗的人我来处理，你回去养伤。交出千年人参，或者我割断你的喉咙自己拿。就这？看来顾家是准备赖账了，把我李军当成软柿子捏，过河拆桥，真是好手段啊！爸，那1诊金还没给，对方万一不肯善罢甘休，1亿，他狮子大开口，我已经安排了顶级保镖，等他来，随便扔100万，打发叫花子就是了。爸说的对，我们顾家还能怕一个江湖骗子？顾先生，我来讨要诊费了。神医先生，诊费早就准备好了，这里有100万，不成敬意。拿了钱赶紧滚！拿100万糊弄我！今日我来不为钱，只为取你的狗命。这3位是边南之地的顶级雇佣兵，1人年薪200万，能以一当百。最后给你一次机会，拿着100万滚，否则小命难保。我有一点想不明白，我救了你的命，难道不值1亿吗？给我拿下，生死无论！你不要过来，再过来我开枪了！我说过，我能救你的命，也能取你的命。现在，你信了吗？快放开我大哥！我和六扇门可是有关系的。顾言，遗言说完了吗？我奉献所有财产，以后我就是你的一条狗。1周内
把顾家所有资产过户到君临集团。这是什么？防狗咬人的小手段。站住！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我住在这里啊，上次不是和你说过了吗？你真的住这里？那是当然，我有必要骗你吗？妈的，没词了，只能先到物业充一下词了。为了虚荣心一再撒谎，连门卡没词这种借口都找得出来。李先生，过几天老朽在海上游轮办寿宴，会有药王公司的人拿名贵药材来拍卖，老朽跪求您赏光。药材，看来这趟寿宴我非去不可。李先生，这么巧，你也来参加王爷爷的寿宴。顾小姐，人的身体有206块骨头，但看到你，我变成了207块。这他妈是我听过最清新绝俗的耍流氓了！你个土包子，一身破衣服不超过5000块，看到我这定制西装和价值10万欧元的眼镜没？你也配跟顾小姐在一起？介绍一下，这是我男朋友李军。做戏就要做全了，不然怎么骗人？顾小姐，你是不是有点太热情了？小杨来了啊！李先生，您可来了，真是让我太高兴了。杨哥太牛了，跟着杨哥逢赌必赢。李军，你不玩一把吗？是不是没钱啊？我可以借你点儿，随便看看。原来是个连10万都拿不出来的穷光蛋。李先生可是资产100亿的大老板，他只是不想玩。100亿大老板，顾文，为了维护你的小男友，你连这种谎都扯得出来？听说你把死人救活了，告诉我你究竟是怎么做到的？无可奉告。给脸不要脸的东西，在楚州还没人敢不给我宇阔面子。李老板，你也来了呀？老板，这个月我可是给公司创造了5个亿的利润呢。你可不能扣我的工资哦。顾言，他是你老板？原来是李老板，年少有为，难怪有傲气。刚才是我冒昧了。哼，价值200亿的君临集团又怎样？在整个龙国连前500都排不进去，在我总督公子面前，你狗屁都不是。你父母能庇护你一时，庇护不了你一世。做人别太猖狂。敢教育我？信不信我现在就让人把你丢到海里，让你游回楚州？我不信，因为你爸会打断你的腿。周会长来了！哎呀，周会长大驾光临，令我这里蓬荜生辉呀！李先生，你也来了啊！我操，商会会长竟然对他这么恭敬！于总督到了！
爸，快帮我弄死他！李老板，爸，你疯了！他就是个没背景的废物啊！闭嘴！不长眼的东西，还不马上给李老板跪下赔罪！敢在楚州撒野，看我断教头！没入暗禁也配叫教头？垃圾！我们是修罗组织，药材全归我。梁勇，今天别人能活，你必须死！喂，别找了，你们修罗的人是我杀的。交出千年人参，我可以留你一具全尸。看来你还没有认清形势。形意，行劈拳！扔手雷，炸死他们！快往高升！惹烦了我，踏上总部灭了你们。李老板，您大显神威，避免了我们上亿损失。这药材清单您看，送您一半。就为了这点破药材，边胆的势力和修罗不至于大动干戈。他们到底在找什么东西？你就是李军吗？我是南宫雪的母亲傅红，能换个地方聊聊吗？我家雪儿为了你，拒绝了家族联姻，拿上支票，以后离我女儿远一点。首先，我和你女儿没关系；其次，你管不了我，你也不配管。在楚州你或许算个人物，但在我南宫家面前，你连蝼蚁都不如。陈六，给他点教训。以前我或许对南宫雪并没有什么兴趣，但你这么一说，那我高低得再与他见一面。小子，你想断哪只胳膊？我想断你的胳膊。我的手！妈，你不准伤害李军，退婚是我自己的事，和他无关。今天有雪儿护着你，但一个男人不可能永远躲在女人的背后，这笔账我迟早跟你算。雪儿，跟我走。妈，你先走，我有话跟李军说。给你3分钟，敢跑我剁了他喂狗。李军，我喜欢你。我这是被表白了？少爷，茶楼附近有埋伏，是针对你的。他们从西藏别墅便开始跟踪。交出东西，留你全尸。边南云家不是你能抗衡的。边南地区的人，我还以为你们是为了那株千年人参来的。少装傻！林家小姐把血玉珠弄丢了，画了你的画像，命人满世界找你。和血玉珠比，千年人参算个屁！原来之前在边南大坝旁随手捡的玻璃球就是血玉珠。看来你对这血玉珠志在必得啊！只是我很想知道，这珠子究竟有什么作用？这血玉珠是九黎族的圣物，世界上的许多超级势力都在寻找它。快把珠子给我！敬酒不吃吃罚酒，今天我必杀你！记住，杀你的是大清云王府的包衣海德胜。大清都完了，哪有什么王府？咏春寸进！好像下手重了点，可这能怪我吗？谁让他这么不经打的？明镜巅峰的防御竟被咏春寸进瞬间破开，震碎五脏六腑。从出拳所造成的结果来看，对方绝对是个高手。李军，我离家出走了，现在无家可归，你能收留我吗？我只收留你1晚，明天你就得离开。这南宫雪洗澡怎么洗这么久？静，给我静！李军，你在干什么？是打坐吗？没干什么，你还是住上次那间卧室，没什么事，我先上去了。什么意思？本姑娘就这么没有吸引力吗？
李军，今天能不能陪我去个地方？我离家出走的时候带了一个行李箱，落在酒店了。然后我想要去拿回来，但我妈妈肯定派人在那里等着我。你功夫那么厉害，如果你带我去，就能把他们都打倒了。好。小子，昨天你废我一臂，今天我有30个兄弟在，我要把你全身零件都拆了。原来就是你打了我们6个，好大的胆子！等一下把他满嘴牙拔了。陈亮，你不准动他，退婚是我自己的主意。你说动你一根手指头，就让我走不出酒店，那我还真想试试。你想干什么？啊！我的手！给我杀了他！看来你这些兄弟确实不太经打。走，去拿你的箱子。李军，我今天晚上就到我朋友那里去住了，你把我送过去吧。好。李军，我朋友栾淑宁住的是高档小区，今天他家里还有几个世家子弟在，他们要是说话难听，你别介意。世家子弟，希望他们的脸皮够厚，一会儿打起来不会太疼。李军，这是我朋友栾淑宁。你好。走吧，进屋里吧。这是你家司机吗？长得还挺帅的。他是我男朋友。小雪，这就是你找的男朋友，看起来像个小司机啊。你知不知道崔大公子已经放话了？谁敢碰你，他就打断谁的腿。香软甜腻，感觉不错。什么狗屁崔公子，让他放马过来就好。小子，你胆子可真大！希望面对崔公子的时候，你还能有这么大的胆子？我就喜欢李军，崔燕那种浪子，连李军的一根头发都比不上。对了，你们听说了没有？龙玉集团的董事长赵龙图最近要来楚州了。我也听说了，那可是我爸提过的虎将，西凉锦马操之类的人物。赵龙图，那不是梁勇说想见我的那个老头的手下吗？这就是你朋友，素质确实不太行。我先走了。他竟然有专车接送。少爷，您在哪里？我现在过去接您。我在大学正门的小吃街。小七，躲什么？有川哥给你做主。小子，听说你是这小贱人的前男友，我是方科地产王大川，识相的，跪下给老子舔鞋底儿。陆琪，这是你爸爸吗？我记得你爸不长这样啊。死肥猪，你这么笨拙，还想打人，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李军，快住手！李军，他可是万科地产的老板，
手底下几10号打手，你刚出狱，不能再进去了啊！给我叫人，带上家伙，老子今天要在这里见血！好的，川哥。就这点人，够谁塞牙缝的？给老子跪下！老子今天要见红，谁求情也没用！李军，算老师求你，快跪下认个错吧，咱斗不过这恶霸呀！严老师，站起来！我不喜欢看我尊敬的人跪着，我已经不是3年前的李军了。还愣着干什么？给老子一起上，砍死他！我看谁敢动我家少爷！李先生，我有眼不识泰山，求您把我当个屁放了吧！听说你是暴发户，既然你这么喜欢钱，那我就让你试试没钱的滋味。我要方科集团在1分钟内破产。王大川，你个混蛋，你竟敢得罪李公子，你死定了！这一枪是替严老师打的。严老师，以后有麻烦随时找我。少爷，公司出现一个叛徒，盗用了机密资料，被大老板派来的人抓住。负责追捕叛徒的是沙狼，其人狂傲自大，连我电话都不接，更别提听我的指挥了。少爷在此，沙狼竟然不开门迎接，他想造反吗？什么狗屁少爷，没听过。沙狼老大说了，想进这道门，得让他老人家点个头才行。我没兴趣听狗叫，滚开！少爷好大的脾气，我不过是拉肚子多蹲了一会儿，您就拆了我的门。少爷，我带路，叛徒就在地下室。怎么，换人了？我劝你们别枉费心机了，没用的。交出资料等于死。10个亿买一份绝密资料，其实也不算贵。可惜，我不喜欢被人威胁。如果你做不了主，那就换一个能做得了主的来。像你这样的小卒子还不配跟我对话。我在纳兰龙轩手下的时候，级别可比你高多了。你敢杀我吗？杀了我，你什么也得不到。发光的，从1到300编号，在他身上开枪，我看看他能活到第几枪。你疯了！纳兰龙轩不会放过你的！没有我，那些资料你们永远别想拿回来！我说了，我不喜欢听狗叫。梁勇，编号编好了吗？少爷，随时可以行刑。乔四爷，我叫李军，纳兰龙轩的徒弟，希望你能扛过前10枪。这第1枪，我会打断你的股动脉，你会看着自己的血像喷泉一样涌出来，然后在接下来的3分钟里，感受生命一点点流逝的绝望。3、2。
饲料在滁州老城区的旧钟楼隔层里。老头交办的事儿搞定。赵总，乔四眼招了，少爷出手，总共没用到10分钟，而且他把想下马威的沙狼也给废了。好，够狠！不愧是大老板选定的人，通知下去，明天我在万豪酒店设最高规格宴席，全城权贵必须到场欢迎。是。赵总，不知道你要等的是什么人，竟然摆出这么大的阵仗。要见的这位是我老板亲自选定的继承人，斩龙集团的少主。赵总，您可是我的偶像。赵总，这是犬子金世业和他的朋友，他们对赵总仰慕已久。我这就带他们滚。我的天，赵龙图竟然带着全滁州的大佬在门口列队。赵龙图这样的大佬，身边站的都是滁州的大人物。看到旁边那位了吗？那是清湖银行的董事长黄江涛，滁州真正的皇帝。能让他们等候的，肯定是绝世真龙。看来滁州这个小水塘也会有真龙出现。如果李军有朝一日能成长为这样的大人物，那崔家公子又算得了什么？南宫家族恐怕立刻就会把自己拱手送上。属下赵龙图，见过少爷。见过李先生。李先生，属下敬您。我是清湖银行的董事长，李先生是清湖银行最高级别的贵宾。李先生，我有一个不情之请，我有一个儿子名叫金世仪，从小被我惯坏，桀骜不驯，行事乖张。我想让他到李先生的身边历练一下，李先生就把他当成下人使唤，打骂都行。暂时不需要人手，不过君临集团在滁州的项目就要启动，到时候肯定会忙起来。金老板，那时候再把儿子送过来不迟。少爷，属下这次来的匆忙，也没准备礼物，一辆法拉利，算是属下的一点见面礼。南宫雪，你那个男朋友实力太弱，根本无法与崔家相比。但如果给他找一个比崔家还要厉害很多的靠山呢？金少，你的意思是，你有办法？刚才我爸给我发信息，告诉我他已经和赵龙图也要巴结的那位大人物搭上了线。那个大人物表示对我非常的欣赏，过几日让我到他的手底下做事。只要我去求那位大人物说一句话，崔家就得乖乖认怂。不过我不白帮忙，3000万，这件事情我帮你们摆平，怎么样？好，金少爷，这3000万我愿意出。如果能帮李军引荐这位大人物，就更好了。那个是李军吗？赵龙图以及一众滁州大佬亲自在门外等候的，竟然是他！李军，你的机缘来了，金少答应，只要3000万，愿意把你推给那位连赵龙图都要亲自引荐的大人物。我自己花钱推荐我自己。南宫雪，你被人骗了。那个金世仪根本不认识什么大人物，他纯粹就是手头缺钱花了，想骗你点钱。李军，你可不要胡说八道，金少是缺那3000万的人吗？不是这样的，我昨天见过金世仪的老爸金家豪，金家豪亲口对我说金世仪不成器，让我帮忙管教金世仪呢。你胡说！金家豪让你帮忙管教儿子，你大白天说梦话呢，编瞎话也要编得真一点。李军，能借一步说话吗？李军，实不相瞒，我有一事相求，帮我对付一个敌人，我愿意拿出栾家1半的家产作为酬劳。什么仇人？你为什么认为我能帮你？我可以把我自己都给你，只希望你能够助我栾家渡过难关。
不用如此，这个忙我帮了。他竟然连看都不多看一眼。这辆跑车是谁的？金少，这是你的座驾吗？金少不愧为金家的少主，可真是阔气啊！李军，听说你也是做生意的，什么时候你也开一辆价值1个多亿的豪车？不然怎么配得上小雪？金少，快开车门，我要进去体验一把。我好像忘拿钥匙了。不，这是我的钥匙，这辆法拉利是我的。好了，我们出发吧。柳盘山的温泉已经安排好了。美女，能不能加一个微信啊？不能。嘴巴最好放干净点儿。这家温泉会所的老板是我的朋友，你们想在这里动手吗？金少，感谢你能为我出气，你刚才真是太霸气了。没什么，不过是一些地痞流氓而已。都给本大爷交出身上值钱的！你知道我是谁吗？不要！住手！李军，你太厉害了！你就一个人来，面对那种武林高手，你一个人顶什么用？卢鹏可是艰难杀星，一人打死15名持枪悍匪，杀过60多位高手。不需要别人，我一人就够了。无知小儿，狂妄至极！今天我栾家只当没请过你。我卢某人来了，栾少恒，你脖子上的脑袋准备好了吗？今日栾家满门必死！段雅，你挡不住我！今日栾家人必死！我输了，但有李老板在，没人能动栾家。区区明镜巅峰，本来我都懒得出手。找死！尝尝我的鬼影腿！这怪物是谁？速度和力量完全碾压我，不跑绝对会死。我让你走了吗？卢鹏，全镜透体，表面无伤，这已经是化境的神仙手段了。李先生救了我栾家，我愿意拿出3000万作为酬劳。如果只为了钱，栾家全家的性命岂止3000万？我是栾小姐的朋友，纯粹道义出手。3000万不要，这是看上我女儿了，血赚！老板，救命啊！楚州总督宇谢花守护黄江桥，商会会长周炳坤，楚州最牛的13个大佬全挤在咱们会议室里了。你到底在外面惹了多大的祸？咱们是不是要破产了？破什么产？让他们等着，我马上过去。完了完了，君临集团才估值200亿，这帮大佬随便伸根手指就能把我们碾死，老板怎么还没来啊？李先生，我们商量过了，我们希望李老板来做楚州企业的领头羊，每人注资500亿，总计6500亿，只求您公司5%的分红权，绝对不干涉任何管理，只求李老板日后腾飞9天的时候，不要忘了我们就行。不要决策权，只要分红权，一人送500亿。这帮平时吃人不吐骨头的大佬，今天出门都撞猪上了吗？好，就按你们说的办。顾言，你看着签就行，别烦我。天哪，我马上就是市值6000多亿的总裁了。职业病了吧？我帮你按。顾言，你怎么可以在老板面前发出这种声音？太羞耻了！看来颈椎治好了，那我先回去了。今天你必须跟我回家族，嫁给崔家。
小子，不想死就滚开，离开我妹妹南宫家和崔家，你惹不起。哥，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多替我美言几句啊。你干什么呢？六扇门巡逻，谁敢打架斗殴？感谢六扇门吧，不然你至少缺2颗门牙。回去。李军，我哥说的对，你根本不知道南宫家和崔家有多可怕。楚州终究太小了，不行，事情是我惹出来的，我绝对不能连累李军，我必须立刻去找金少，只有那位大人物能保住李军。李军，你先回去吧，我有点急事要去办。李军，南宫雪那个傻丫头真背着你，约了金世宜那帮人在万豪酒店见面，说是要交3000万的保护费。金世然这个废物，还真敢要！你要不要去阻止他？把具体包厢号发我，我马上过去打狗。金少，这3000万我带来了，求您帮忙找大人物摆平崔家。那是友情价。李军得罪了我，现在要6000万，还得让他跪下求我。6000万，我3天凑齐，求您千万别不管。别说3000万，3毛钱都不能给他。李军，你还敢嘴硬？没金少帮忙，你等着被崔家撕碎吧！金家豪，管好你儿子。你装什么大尾巴狼？竟然敢直呼我爸的名字！演的也太假了吧，笑死人了！喂，爸，怎么了？混账！连李先生都敢得罪，求不到原谅，老子打断你的腿！李军，我错了，是我赌博输了钱，想骗南宫雪的钱。死罪可免，活罪难饶。去君临集团当1年保安。我愿意，我愿意。李军，原来你是君临集团的老板。闭上你的嘴巴，你就和个傻子似的。你给我站住！李军，你这个混蛋！本小姐这么个大美女，你居然敢冷落！今天这是什么体质？刚处理完茶楼和酒店的那群蠢货，又来一帮排队送菜的。你很聪明，我家小姐请你去喝茶，乖乖跟我们走，不然我们出手，你会很惨的。行啊，走一趟，正好我也有点无聊了。李军，认清形势，交出血玉珠，留你全尸。从你踏进这屋子，你的命就不是你的了。边乃是吃肉的狼，绵羊没资格谈条件。想胁迫我，你们打错算盘了。现在呢，介绍一下林家第一金刚孟叔叔。觉得自己很厉害，在我眼里，和阿猫阿狗没区别。无知小儿，找死！你到底是什么怪物？你敢杀孟叔叔？血玉珠可是国际恐怖组织修罗要的东西，你杀了修罗的堂主，等着被他们报复吧。修罗算什么东西？一角之位，先生武道通神，已入天人之境。这颗珠子到底藏着什么秘密，能让国际恐怖组织修罗如此疯狂？回先生，血玉珠不仅是九黎族圣物，
里面更封存着一份能打破武道极限的古武图谱。修罗首领做梦都想得到它来突破神境。打破武道极限，有点意思。原来如此，天人境之上，竟还有这般广阔的天地。这珠子我收下了，从今天起，林家替我做事。多谢主上不杀之恩，林家上下万死不辞。雪儿，你别再执迷不悟了。省城顶尖豪门崔家的崔大少爷已经发话了，明天就是你们的订婚宴。我不嫁，我死也不嫁给崔烨那个花花公子。我喜欢的是李军。李军？就那个只会点三脚猫功夫的小瘪三。妹妹，你最好清醒点。崔家资产1000亿，背后更有省城顶级大人物撑腰。李军在崔家面前，连只蚂蚁都不算。这是在把我往火坑里推。你们根本不知道李军有多强大，他一定会来救我的。救你？他要是敢来省城，崔家分分钟把他剁碎了喂狗。看好他，把门锁死。没有我的命令，连只苍蝇都不准放进来。明天绑也要把他绑到订婚宴上去。李军，出事了！小雪被他妈妈和哥哥强行绑回了省城。说清楚。南宫家把他软禁了，逼他明天和省城顶级豪门崔家的崔燕订婚。崔家放出了话，谁敢捣乱就灭谁满门。好一个南宫家，好一个省城崔家，我李军看上的女人，天王老子也抢不走。梁勇，传我战龙令，通知赵龙图、黄江超、与谢华以及楚州13位大佬，我要在明天天黑之前，在婚礼上看到省城崔家所有的产业、资金链被全面封锁。明天我要亲自去崔家的订婚宴，送他们一口棺材。崔少，以后我们南宫家可就要仰仗您的照拂了。傅阿姨放心，在省城，我崔家就是天，谁敢不给我崔家面子，我让他全家见阎王，那是自然。只要雪儿嫁入崔家，我看楚州那个叫李军的小瘪丝还敢不敢纠缠？他要是敢来，直接让他横着出去。李军，对不起，如果有来生，我再做你的女人。楚州李军特来给崔大少送上一份订婚贺礼。李军，你真的来了？李军，你个劳改犯怎么进来的？你疯了吗？敢在崔家的地盘撒野！好大的胆子，敢给我送棺材！来人，给我把他的四肢打断，扔进这口棺材里！都给我住手！啊！赵总，您来的正好，这个楚州来的乡巴佬竟然敢砸我的场子！您可是我崔家最大的靠山，快帮我弄死他！属下管教无方，让这群瞎了狗眼的东西惊扰了少爷，请少爷降罪。赵龙图，你的人胆子很大，连我看上的女人都敢强娶。少爷息怒，从今天起，省城再无崔家。我说过，有我在，谁也别想强迫你做任何事。跟我走。李军，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谁敢让他受半点委屈，便灭他满门。
君临集团的美女总裁顾妍，还有栾家的千金栾淑宁，你们果然都在这里。你们到底是什么人？这里是君临集团，你们敢在这里撒野，我老板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你老板李军那个不知死活的蠢货，他杀了我们修罗的毒蝎堂主，还敢抢夺志在必得的血玉珠。今天我们3大神将带了100名重装精锐，就是来送他下地狱的。李军，你在哪里？你想看我绝望的表情，可惜你只能看到自己的死期。竟然敢单枪匹马闯进来，给我开火！这怎么可能？连重机枪都打不穿！老板，你吓死我了！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李军，谢谢你。怎么，刚才吓得要死，现在知道抢地盘了？咱们君临集团老板娘的位置可是有限的，以后有几个就看你们俩谁更乖，谁更听话了。老板，你坏死了！这个时候还开玩笑？我什么都听你的。遗言说完了吗？现在该算算你们修罗组织动我女人的账。进攻！敢来楚州动我老大的地盘，爷爷今天让你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杀戮！战龙殿所属听令，少爷有令，修罗之人一个不留。国军去杀！别管底下那些废物了，立刻上来围剿李军！李军，杀我修罗堂主毒蝎，今日必将你碎尸万段！废话少说，取他首级！既然你们赶着投胎，我就成全你们。行义，龙战于野！天人之境，你竟然真的达到了天人之境！怪物，你是个怪物！修罗亚太地区的分部坐标在哪里？说。在贡海代号魔鬼岛。少爷，老鹰统领那边已经清扫完毕，楚州境内的修罗余孽被连根拔起。启动战龙殿天级武器，锁定魔鬼岛。10分钟内，我要他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抹除。坐标已锁定，导弹发射倒计时，3、2、1。少爷，双喜临门！我们刚才突袭了修罗的备用服务器，之前被叛徒乔思衍窃取并泄露的最后一部分绝密资料已经全部追回并且销毁了。很好，楚州的风浪平息了，也是时候给这江南之地立个新规矩。老板，修罗组织的资产已被我们全面接收，君临集团如今市值已突破10000亿，彻底称霸江南商界。我等拜见江南公主，愿为李先生世代赴汤蹈火。拜见江南公主。团将军，军部最高统帅部刚下发的绝密档案，是关于那位横扫楚州、灭掉修罗分部的神秘大人物的真实身份。快打开！能让军部列为 SSS 级绝密，此人绝对是通天彻地之辈，我倒要看看究竟是哪位神仙降临了楚州。你既然出狱了，就该踏踏实实做人，千万别再误入歧途了。李军，在老同学面前，自尊心没必要那么强。你刚出来找工作不容易，为了虚荣心一再撒谎，真是太可悲了。原来他从来没有撒谎。
他说的一切都是真的。那个可悲的小丑，一直都是我自己啊！少爷，出大事了，是大老板的紧急专线。娟儿，京城大变，4大顶级世家联手境外神境强者设下杀局，为师遭了暗算，速回京城清理门户。京城的世家，你们活腻了！老板，修罗组织的资产已被我们全面接收，君临集团如今市值已突破1万亿，彻底称霸江南商界。我等拜见江南公主，愿为李先生世代赴汤蹈火。拜见江南公主。唐将军，军部最高统帅部刚下发的绝密档案，是关于那位横扫楚州、灭掉修罗分部的神秘大人物的真实身份。快打开，能让军部列为 SSS 级绝密，此人绝对是通天彻地之辈，我倒要看看究竟是哪位神仙降临了楚州。你既然出狱了，就该踏踏实实做人，千万别再误入歧途了。李军，在老同学面前，自尊心没必要那么强。你刚出来找工作不容易，为了虚荣心一再撒谎，真是太可悲了。原来他从来没有撒谎，他说的一切都是真的。那个可悲的小丑，一直都是我自己啊！少爷，出大事了，是大老板的紧急专线。娟儿，京城大变，4大顶级世家联手境外神境强者设下杀局，为师遭了暗算，速回京城清理门户。京城的世家，你们活腻了！